事先奉命去捉拿你的父亲，再拖延下去，萧君侯随时都有生命之忧。你还是赶快走吧。皇后殿下已在北阙帮你准备了摇车。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家父若是命当如此，就算我回去也救不了他。萧太傅，你既为人师又为人子，应当知道，为人子者尽孝道是最大的本分。请殿下恕臣无礼，臣与家父之前早已断绝了父子情谊。他的事与我无关。萧太傅，为人父母者，把子女带到人间，无不心存仁爱。我不怕抖出我的家事。我的父亲纵情逸乐，把我的母亲给休了。后来我的母亲死于非命，临死前他还训示我，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父亲。所以姑在这里奉劝太傅一句：无论以往你和家翁有怎样的嫌隙，都应该尽快回府，以尽孝道。殿下有所不知，家父他就是一块顽石，臣的话他是不会听的。水滴石穿，绳锯木断，难道你真的这么铁石心肠，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身陷囹圄也不去解救吗？在过去同朝为臣的份上，下官还尊称你为君侯。你识相些吧，吾等君命在身，顾不得要得罪萧大人了。尔等真是奉了皇命来捉拿老夫的吗？一定是你假传圣旨！现在就去未央宫面见皇上。我要问问他，是不是要亲自把自己的老师送进大牢？只怕由不得你了。今天晚上，你就得尝尝牢狱的滋味。石贤，你这卑鄙小人！当初都怪我看走了眼。被你钻了空子，你靠趋炎附势爬到了今天的位子，你别得意的太早，你总会有下地狱的那天。好，就算真的有那么一天，啊，萧君侯，你早就在地狱里等我了。哼！我要静一静，让他们稍等片刻。君侯，是我。哦，微臣参见皇后殿下。免礼。君侯，请起。啊，不必了。君侯，请坐。皇后为何来此？殿下深意私自出宫，
是冒天大的风险，还是赶快回去吧。我冒险来此，就是为了告诉君侯，大丈夫能屈能伸，君侯只要忍一时之辱，来日定可翻身。莫称君侯了，如今我形同废人，只欠一死而已。君侯，您只要跟大司马史高认一个错，给皇上一个台阶下，反之皇上会认为你心存蔑视，到时候把您交给酷吏，为此受辱不值得。皇后莫劝，我萧望之若是向这些佞臣低头认输，不斥为同流合污，我宁死也不会委曲求全。君侯，现在皇上还在气头上，君侯为什么不能等到皇上醒悟，收回成命呢？我曾位于将相之列，3公之一，如今这把年纪却被投入监狱，苟且求生，岂不过分卑贱？即使是这次能够侥幸活下来，今后又有何面目立足于世啊？君侯，只要能活下去，才有改变的希望。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生命，就什么都没有了。以君侯的睿智，这其中的道理，难道您不明白吗？事到如今，我终于想通了，人生固然一死，与其含辱忍羞，倒不如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大丈夫，一应天命。如此，既无愧于先人，也无愧于自己啊！你怎么了？父亲，父亲，父亲，你怎么了？啊！你可以叫我父亲了，我等这一生等了20年了。此去，为父从平原郡任太守踏上仕途，因忙于公务，冷落了你母亲，害得她抑郁而终。我心中愧疚，却难以向你表达。我之所以对你格外严厉，那是希望你能够成才，好对得起你的母亲。你能原谅父亲吗？能原谅父亲吗？父亲，父亲。你们干的好事，朕本来就担心君侯他不会去坐牢的。石显，果然是你们害了朕的好师傅。陛下，都怪微臣判断失误，没想到萧君侯他是宁折不弯的性子，令人感动，佩服的五体投地。千错万错都是微臣一人的错，陛下切不可为此劳神伤身，陛下要保住龙体啊！陛下，传朕旨意，由萧望之之子萧玉承袭关内侯，
加封为御史中丞。萧爱卿，平身。殿下，请留步。多谢殿下，要是没有你的帮助，我们父子20多年的矛盾也就永远无法化解了。君侯不言谢，能帮你化解心结，了却憾事，总算姑的心意没有白费。只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正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死者已矣，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像你父亲那样尽忠职守，报效朝廷，不可再像过去那样梦浪妄为，让他失望啊。从前下官于鲁，做出许多冒犯殿下、有负圣恩的事。不过请殿下相信，从前的萧玉已经死了，今后我一定倾尽全力效忠皇帝，辅佐太子，绝不辱命。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自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就没有怀疑过你的能力。希望你信守诺言，像你父亲那样成为社稷之臣。原以为太子不思上进，谁知道那个萧玉竟然能够降服太子，让他改正顽劣。如今眼看皇上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喜欢太子了。不过，奴婢近日听说了一个有趣的传言。有天夜里，萧御史从北阙出宫，有职业的工人看见一个身形和容貌都酷似皇后的女人上了萧御史的车。你是说，皇后和萧御史夜里一块儿出的宫？是啊，说不定他们是出去偷情。真是没有比这个更有意思的事情了。表面上端庄贞洁的皇后，居然和自己儿子的太傅暗度陈仓了。即便是个谣言，也是一把毒箭，足以让他垮台。姐姐打扮得如此艳丽，要去哪儿啊？我呀，要去承明殿查看傲儿的学业。哦，看傲儿。你是要去看傲儿呢，还是去看傲儿的师傅啊？嗯。哎，我跟你说呀，这日复一日缺少男人的滋润，那就算是皇后也会感觉寂寞的。尤其啊，萧御史又是位以风流著称的美男子，我敢打赌，宫里起码有1半以上的女人都对他想入非非。魏夫人，你不会也对他有想法吧？哟，瞎说什么呢？我可是宫里最规矩的女人。哎，不过呀，被那样的美男子抱着，也不算什么讨厌的事情。这种事啊，食髓知味，很容易上瘾的。是吗？哎。听说他们还深夜溜出宫去幽会呢。真的？是啊，想不到皇后平时看着一本正经的，其实呢，骨子里也是一个骚货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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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儿臣恳求父皇免去萧御史的职位，我不想再让他当我的师傅了。你的学业大有长进，幸亏萧太傅教材有方。朕应该奖励他才是，为何要免去他的职呢？儿臣讨厌他。
胡闹！萧太傅都没有嫌弃你这个顽劣的学生，你反倒挑起师傅的毛病来了。我是讨厌他和母后相好。什么？你再说一遍。儿臣什么都没说，儿臣先告退了。皇后和萧御史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奴才该死，奴才不知。讲！若敢有半句虚言，要你的狗命！陛下，奴才说，早在先帝在位时，萧御史和皇后就已经有了私情。如今皇后深宫寂寞，可能又跟萧御史旧情复燃，常常在夜里幽会。萧御史，你的笑声很美。多谢赞誉。可是，不知道为何听起来有几分悲凉的感觉。这首曲子，我只在每年母亲的忌日才吹。今日，恰好是我父亲的头七。这样的曲子，听一次就会忘不了。记得在报事之中，我曾经一度有想死的感觉，正是因为听到了你的箫声，才让我打消了那样的念头。陛下，皇后与萧御史正在亭台。好，你不必去了，不要惊动后宫。侍卫在，跟我来。是。你心里边有没有因为你父亲的事儿而怨恨皇上呢？那道诏至廷尉的旨意，无异于判了我父亲死刑。我知道皇帝是个心肠软的人，不会有意之加父于死地，这全是石显的阴谋。为人君者，多不愿臣下显得比自己聪明。石显之所以能够惩奸，完全是因为投皇上所好。而像你父亲这样的耿直之人，即便皇上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也觉得这样的人像一根鱼刺一样卡在喉咙里面，必除之而后快。
忠言逆耳。如今的皇帝听不得忠言。你放心，我会尽量劝说皇上，让他认清石显的为人，多任用一些正直敢言的贤臣。你又能做些什么呢？终归还不是只能无可奈何的随波逐流。跟随朕的那天起，朕就一直把你当兄弟一样对待。皇后，朕待你不薄呀。朕立你的儿子为太子，你也母凭子贵当上了皇后，可你们二人却背着朕做出这种苟且之事，你对得起朕吗？陛下，我和萧御史之间没有做过任何违背礼教的事情。哼，朕今天亲眼所见，还想抵赖？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和萧御史之间是清白的。实话告诉你吧，你们二人的事，现在在后宫传的早就沸沸扬扬了，朕只不过是亲眼所见罢了。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有时候亲眼所见也不一定就是事实。若是陛下听信谣言在先，心中已经有了心魔，自然而然会将我跟皇后视为奸夫淫妇。够了，朕不想再听你们狡辩。你这个不忠的女人，朕要罚你入报室，好好反省。你不配做皇后。陛下万万不可！胡炸！小玉，你这是干什么？请陛下收回成命。你马上把剑放下，朕可以饶你不死。从拔剑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过要活命。求陛下给皇后一个清白。你要见朕？想不到陛下岂肯于尊。朕来是要看你被千刀万剐的。臣死不足惜，恳请陛下饶恕皇后。她对朕如此不忠，朕怎能饶她？陛下，皇后与臣无暧昧之事。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礼下不整冠。君侯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一个是皇后，一个是君侯，你们怎么会跑到一起去了？是罪臣误了皇后，我请她向皇上进言，惩治石显，还我父亲一个清白。那朕亲眼所见，你又如何解释？那只是个误会。臣见皇后着凉，一时忘了礼数，所以才……够了，不要再狡辩了。
不惩罚你们两个，朕的颜面何在？陛下终于肯说出真心话。什么意思？陛下爱过皇后，陛下在意的是颜面何在。为了这个颜面，你不惜冤枉对你忠贞不二、宽厚善良的皇后。谣言信之则有，不信则无。你选择相信，只是为了要保住颜面。你懂皇后的心吗？打从皇后进宫那一刻起，你珍惜过她吗？你住口！竟敢对朕如此无礼！你不要以为朕对你父亲的死心存愧疚就不敢杀你。你信不信？朕现在就可以要你的命！信？我当然信。陛下95之尊，想要谁的命，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如果要了臣的命，能解陛下的心头之恨，让陛下挽回颜面，臣甘愿受死。萧玉呀，萧玉，你想一命换一命啊？做凛然赴死的大英雄，朕偏不成全你。当日你救不了你的父亲，如今你也别想救任何人。陛下，陛下！若是陛下听信谣言在先，心中已经有了心魔，自然而然会将我跟皇后视为奸夫淫妇。不应当受困而受困，其名必遭损也。不值得依赖而依赖，其身必遭厄运。皇上驾到！你们下去吧。是。你们也下去吧。陛下。皇后之谨，从容不迫，不卑不亢，何以能如此冷静啊？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妾无过，为何不冷静？哼，这样说来，难道是朕冤枉了你不成？陛下可容妾细说缘由。但说无妨。陛下，谋臣中有谋公者，也有谋私者。谋公之臣出言逆耳，谋私之臣多谗言，善谣言。谗言谣言，句句谎言，系平庸之佞臣。半真半假，使人真假难辨，乃高明之佞臣。依皇后所言，朕是被别人骗了。不仅所骗，也被所惑。祸从何来？萧君侯之死，实显所惑。今日之事，陛下不分青红皂白，以为可以捉到奸细，乃谣言所惑。妾以为
君之道，目贵在明，耳贵在聪，心贵在智。陛下有智有谋，为何不仔细思量一下，谁是在真心谋攻，谁又在谋私呢？谋攻者有了危险，陛下就会孤立无援；君主孤立无援，臣下就会结成朋党。臣下结成朋党的局面，责任在于君主的失误。今日之事，臣妾不便办，请陛下三思。夫人，刚才所讲这些，难道是替萧御史在给朕谏言吗？请陛下明断。那你以为谣言来自何处呢？后宫之事看似乱麻，其实并不难梳理，经纬交织，方能成锦。谣言在后宫成网，同样也有经有纬。陛下只要细心体谅，自然能理出头绪来。你们都退下吧。夫人，大事不好了！皇上已经派人把散布皇后谣言的人全部抓起来了。看你急的一头汗，喝口茶慢慢说。也不知道这皇后使的什么法子，让皇上回心转意。皇上已经下了旨意，说是无风不起浪，谣言定有幕后主使，要在掖庭8区各个宫殿盘问。看这阵势啊，马上就要查到咱们依兰殿了。夫人，哦，他们都知道什么了？夫人放心，如果查到我，我肯定是抵死不认的，绝对不会连累夫人的。你是我的婢女，大家都知道我与皇后不和，你的话，他们会信吗？如今只有先发制人，自己站出去承认。夫人万万不可，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自己站出去的。哦。琼儿啊，你跟了我好多年了吧？嗯。这些年，本夫人一直待你不薄，以后也是一样。本夫人已经派人给你家里送去了100金，足够你家人安度余年了。谢谢夫人，夫人大恩大德，奴婢纵然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夫人放心，奴婢马上离开京城，天涯海角绝对不会让他们抓住的。唉，普天之下皆为王土，你想逃，能逃到哪儿去？我知道你忠心，可是如果被抓住的话，严刑拷打之下，也难免会吐露实情。到时你真不会陷本夫人于万劫不复的地步吗？只有死无对证，才能让我安心。夫人，你给我下了毒！当年张婕妤死的时候，你就应该跟着去的。是谁把你的命留到了今天？该是你有所回报的时候了。夫人，夫人，夫人，我不想死，夫人，赐我解药，夫人，夫人，我不想死，夫人，我对你还有用啊，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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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的正好，赶快把尸体处理一下，报到掖庭，就说是畏罪自杀，快！阿瑶啊，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呀？这是条人命啊！你怎么说起来这么轻松？若想平息此事，
必须有一个人死。哎呦，你怎么变得这么歹毒啊？那你要我怎么样啊？你说我歹毒，宫里的争斗本来就这么残酷。如果他不死，躺在这里的人就是我，你的妹妹。看不起我是吗？没有人让你留在这里啊，你可以走啊，你走啊你。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照我说的做吧。靖宁年间，呼韩邪单于要求与汉室和亲，为避免与匈奴再战，大汉王朝只得同意远嫁一位公主。实际上，却是由后宫的女子去顶替，谁也不愿意远赴漠北，进入那苦寒之地。可我昔日的姐妹王昭君，却出人意料地主动请缨与匈奴和亲。朕为何在宫中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陛下，这是和我一起入宫的佳人子，她叫王昭君。拿上前来。朕为何从未见过她的画像呢？我这个妹妹呀，为人耿直，她不曾给画师毛延寿送礼，而且还用烛火烧毁了毛延寿收礼所画的假画，因而得罪了画师毛延寿。我想这就是陛下没见过她画像的原因吧。昭君，匈奴位于塞外，你孤身前往，不会觉得孤单吗？殿下，妹妹都已想周全了，我不比姐姐服后，与其在这廷芳阁终老，倒不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昭君，你还是这么美丽可人，何必孤身前去犯险呢？我曾经多次劝过你，可是你总是这么固执。不如我向皇上进言，我们一起侍奉皇上，好不好？不必了，殿下。永相不比别处，女如美物，入宫见度。妹妹知道你心胸豁达，也真心为妹妹好。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全在自己心里。要是你为我举荐，圣上保不齐会起疑心，反倒会误会姐姐弄什么党头伐役了。伴君如伴虎，聪明如姐姐，不会不知道吧？可是，你如果真的去了塞外，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别这样，姐姐，你永远是我的好姐姐，昭君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好姐姐。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塞外，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妹妹可不这么想，你我都没去过塞外，说不定塞外是个鸟语花香的人间仙境呢。姐姐不会不知道，我从入宫第一天起就不喜欢永相。何况下嫁单于有利于大汉社稷，两邦和平共处，百姓免于生灵涂炭。昭君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汉女子，能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短暂的和平，这塞外之行也就不枉此生了。再说那个单于，我还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说不定是一个翩翩家公子呢。听你这番话，姐姐心里就踏实多了。昭君，和你比起来，姐姐显得实在太渺小了。记住了，不管以后走得多远，姐姐都不会忘记你的。昭君也不会忘记姐姐的。
好，好，哈哈哈哈哈哈！